亚一款陆地哈，也没不是零落的版本，黑暗的小助理周围啦。记忆当中就是一种纺锤状的，嘿，你给时间牙婆路安的点，哎，嘿，还有时间慢的，嘿，有妈妈没嘿嘞，古时候都点，嘿，都会点有点的。那时候都是下课的时候，阿婆都会讲来哦，来吃喽，哦，他就会现场点，然后不用花时间读机的。嘿，因的无咁样，唔过唔是看人家来处理做诶。还有加葱，你拢没冇加，嘿，六堆冇加，还说的豪华版哦。其实生活真的好。够像另外一种东西，咸鱼肉饼，嘿，葱油饼，其实搞不好是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东西，只是以前会煮汤，点油员会煮汤，然后用黄瓜，我们家会加黄瓜，大黄瓜，有哦，其实都是讲万世好生哈，也唔好，阿婆煮的东西啊都唔好，真的好，冇给卤胚丝桶啊，这以前他们都会去啊卤卤胚丝，然后就塞在那种大罐子，玻璃，红的，最多玻璃红的安尼，还有冇给拌的啊，嗰碟昆头的东西眼里都唔好啦，那时候都崇洋媚外啊，真的呢，真的。都早晨做方便嗰度嗰種辦呢，我怕用貓嘅眼睛都唔好食。係，如果有胖馍，或是麵包，有小胖馍安尼，唔會是拌呢。都有年紀嘅人提講哦，呀東西好好食。係啊，